係橫琴 total 總價125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個層高4.9米嘅買一層送一層嘅 loft 公寓啊！而且咧投資回報率去到5厘啊！每個月你收租可以抵你嘅月供，而且5分鐘就可以去到橫琴口岸，遠少少就可以直接睇到啦，係咪？而且樓下有公園、藝術中心、學校以及呢個河景啊，全部係你屋企就可以睇晒，而且係現樓即買即收益，可以租俾澳門啲大學生，需求都係非常之高嘅，而且咧係現樓喎，你可以即買即收益啦，去到回報率去到5厘，每個月租4-5千蚊，仲可以辦居住證，可以實現你1000多人去到澳門嘅要求。咁對呢一個層高4.9米嘅 total 總價120萬嘅公寓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亞 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